我哋係遠目同工，樂意守望你。無論你有冇宗教信仰，只要你想嘅話，而家可以放鬆心情，跟住我一句一句祈禱，上主會聆聽我哋真誠嘅心聲。慈愛嘅主，你係全知全善嘅，我願意你加倍與我同在。我住喺醫院裏面，喺呢個病床上，願你嚟看顧我。你最清楚我而家嘅境況，最知道我身體嘅需要，你最明白我而家嘅心情，我一一向你細數。願你讓我得到好好嘅休養，得到最合適嘅治療。求你賜醫生有智慧又細心，準確判斷病情。求你賜護士們有足夠嘅精神同能力去照顧病人。求你使醫院各工作人員都順利平安完成工作，又求你看顧我身邊嘅其他病人，願佢哋喺病患同痛苦呻吟中，同樣得到你嘅安慰。願你光照我內心，賜我有平安，因為有你嘅愛與我同在。我深知道喺你裏面，你所賜予嘅力量夠我用，叫我喺病痛中更多感受到你嘅扶持。願我心得安穩，唔使擔心懼怕，將前面嘅路全然交託，我就心裏平安同滿足。我將我掛念嘅屋企人同朋友都交喺你手裏面，求你保守看顧，安慰佢哋。求你保守我嘅屋企人出入平安，有心力照顧病患中嘅我。慈愛嘅主，求你賜我有力量，你係我患難中隨時嘅幫助。聖經上寫到，喜樂的心乃是良藥。
願你賜我喜樂與平靜嘅心，減輕我嘅痛楚。以上嘅祈求係憑着真誠與盼望嘅心呼求。我哋一齊同心講：阿